遊戲配件、說明書、轉盤、心星徽章4款、遊戲卡70張、百搭卡4張，以及遊戲以外嘅配件、心事練習卡8張。本影片係唔會作介紹㗎。以下會介紹遊戲卡。問題卡分兩種色：淺色、深色。顏色反映問題嘅深度，淺色比較輕鬆，深色比較深入。卡牌上一共有4款角色，每個角色都代表唔同類別嘅問題。卡上除咗問題之外，仲附有學生或者成人嘅真實心聲。杏仁核卡分別有淺色杏仁核卡同埋深色杏仁核卡，係用嚟轉色用嘅。左上角 Draw 3、Draw 1嘅數字係指下一位玩家需要抽取1或者3張牌。功能卡，功能卡有6款：安靜卡、交換手牌卡、上天指定卡、方向轉卡、指定回答卡、禮物卡。大家可以細閱卡上描述功能嘅字句。遊戲設置：遊戲開始前，請先將遊戲卡中嘅4張百搭卡抽出備用。根據玩家人數分發卡牌，剩餘嘅牌作為牌庫。遊戲開始，其中一位玩家轉動轉盤，指針指到嘅玩家先開始，順時針輪流出牌。第一位玩家必須出淺色杏仁核卡，如果冇淺色杏仁核卡可以出，咁就需要喺牌庫入邊抽取1張牌，然後到下一位玩家出牌，直到有人打出淺色杏仁核卡，代表杏仁核開始爆發，遊戲亦都即將開始。回合流程：遊戲順時針輪流出牌，每到自己嘅時候會進行3個步驟。步驟1：回答上一位玩家出嘅問題。步驟2：獲得對應角色嘅心星徽章。步驟3：出任何一張手牌，如果冇牌可以出，咁就需要喺牌庫入邊抽取1張牌。完成3個步驟之後，回合結束，輪到下一位玩家。淺色模式：當有玩家打出淺色杏仁核卡，所有玩家只能出淺色問題卡。深色模式：當有玩家打出深色杏仁核卡，杏仁核此刻爆發中，所有玩家只能出深色問題卡。我哋需要更多嘅能量去安撫杏仁核。回合補充：每個回合玩家可以出任何一張卡牌，包括問題卡、杏仁核卡、功能卡，但有啲功能卡係需要喺指定嘅情況下先可以出，就例如安靜卡、上天指定卡、指定回答卡。呢啲卡嘅技能都係跳過問題，唔使回答，所以只能喺上一位玩家打出問題卡嘅時候先可以出。結論：當棄牌區第一張牌唔係問題卡嘅時候，證明冇問題回答，玩家可以跳到步驟3直接出牌。百搭卡誕生。當集齊4個角色嘅心星徽章，就可以換領百搭卡1張，可以代替任何一張卡牌打出。要注意嘅係，玩家可以自行決定何時換領同埋使用百搭卡。換領之後，
4粒嘅心星徽章都需要交出。百搭卡係屬於玩家嘅手牌，所以如果有人發動交換手牌卡，百搭卡亦都需要一併被交換出。遊戲結束情況一：當一名玩家將手牌全數盡出，代表遊戲結束，該玩家為贏家。要注意嘅係，為咗鼓勵大家傾多啲偈，功能牌係唔可以作為最後一張牌打出㗎。情況二：當牌庫中嘅牌全部都俾人攞晒，遊戲結束，手牌最少嘅玩家成為贏家。影片最後邀請大家打開說明書，裡面唔單止有遊戲嘅詳細介紹，仲會帶你認識遊戲卡上面5個角色，亦都會有示範如何用卡牌引導玩家表達情感。